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总统赖清德突破到中国的封锁，到非洲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去访问，嘛已经伫个早起顺利回国。赖总统是坐史瓦蒂尼的专机，伫早起的10:40降落伫个桃园机场。空军嘛为家己派出着4架 F-16V 的战机来执行着护航的任务。即届史瓦蒂尼的副总理查杜利往回护送。赖总统是俄罗伊是航空版温馨接送前的最佳女主角。赖总统嘛强调讲，台湾人是世界人，袂因为打压来退休。我们回来了。一句咱转来呀，总统赖清德伫个史瓦蒂尼有副总理查杜利陪同之下，飞史瓦蒂尼转来台湾啊。历经了84个小时，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。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。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，真正国力的展现，不在于让别人屈服，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。发表回国谈话，总统嘛看徛伫咧边仔副总理查杜利，因为伊这边担任决赛，陪同赖清德做伙坐飞龙机到史瓦蒂尼之外，包括一摆护送赖清德转来台湾。副总理女士，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。这边赖清德飞史瓦蒂尼坐专机，根据了解，这时间是台湾时间4号暗时夜6:50，一段路经过飞航珍宝区，包括南非约翰尼斯堡、澳洲墨尔本、印尼雅加达、马来西亚阿宾、菲律宾马尼拉，到台湾时间是10:39。这边飞到台湾进前，空军为家己派出4台 F-16护航盘飞，迎接赖总统。地球是圆的。世界是大家的，台湾是世界的，台湾人就是世界人，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，我们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。总统总算转来突破中国的封锁，加上四国专机的来回接送，搁一摆展现来史的邦仪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